台中有2间违法的租二搭套房，互人罚2摆，命令停业，佮违法继续接人客。市政府初二参台电，佮有台水的人员强制断水电。虽然即阵根据中央佮地方的统计，即几年违法的租二搭套房哪像有咧减少，但是学者讲，真侪违法的租二搭套房是咧各国的平台招人客，政府是真恶管理。市府管理局初二会同台电、台水甲警方，对这栋违法二租套房进行断水断电。经过2次的采罚，并勒令歇业之后，仍然继续营业。我们市政府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跟《行政执行法》第27、28条的规定，强制执行建筑物的断水断电。另外，为伫房价上款的这栋违法二租套房，同款防断水断电。根据台中市府统计，去年客查二租套房503摆，比2023年增加大约1倍。那些违法佮采罚的件数有153件，煞比2023年少大约24%。管理局认为是加强处理有成效。以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来看，2023年全国列管807间非法二租套房，去年1到9月剩583间，也明显下降。不过，观光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较侪。又会在春风吹又生嘛，所以只等于是未来怎样去做有效管理还是这个相关部门必须要来想办法处理的。吴总统表示，新冠疫情伫2023年5月结束了后，国内观光渐渐回温，真侪违法二租套房利用 OTA 国际订房平台招价，互政府无法度管理，也互客查更加困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